若北部者真侪民众是走到宜兰的太平山要去看雪，因为考虑到游客用路的安全，林务局罗东林区管理处来决定讲，今仔日明仔载2天，为中昼的12点开始，都无爱开放予民众入园咯。所以早起一透早6点半开园进前，都来1公里长排队的车辆要赶入园。 只看过规个拢是银白色的世界。太平山的雪白美景吸引真侪人上山看雪，不过考虑到旅客安全，要限制入园的时间。因为顶一波雪期低温和残雪，中昼了会有龙烟和天乌。为着游客安全，11号、12号2天中昼12点开始，要禁止游客入园。 消息一出来，11号透早伫6点半开始进前，就已经有1公里长的车辆，民众拢抢要来看雪。生平第一次，而且也不知道台湾居然有这么美的地方。 头一摆看到雪，民众心内真感动。目前太平山落的是雨，阁有一寡微雪，应该等中昼了或者是暗时，才有可能阁落雪。不过一看过，同款拢真水。提醒民众，若是想要趁中昼进前上山，目前太平山阁无真严重的积雪和结冰，无需要挂链仔。不过也是要注意珍惜嘛，真good。